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我经验一个真特别的事，就是咱的旧报写讲夫妇团契献诗。当时我发现着讲夫妇团契中间，结果有足侪囡仔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才知影讲哦，原来是做父母的，带细囝参与伫服侍。我讲这是真上帝真特别的恩典。嘛是上帝特别要祝福的所在，所以愿是阮的主伫恁的身上不断继续互恁。今仔日我真欢喜，搁倒转到咱桃园教会，伫这个所在，甲大家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我倒转来咱桃园教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50几年前我伫台北读册的时阵，曾经曾钦典牧师伫这个所在做牧师，内省是吴益清牧师。所以了后是曾钦典牧师来时，伊甲我讲正弟，你来桃园教会斗下手，因为当时我的兄哥、我的阿公拢伫咱的教会，就林看长老。讲到林看长老，有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毋知咱知影德运动眼镜项无？来举手。哦，德运动是一个台湾老牌子的目镜公司，这个目镜公司为什么号做德运？是因为伊的老爸廖迪，伊遮的囝拢号做迄个温氏、温家，还是温族、温典。所以伫这中间，这个廖迪的太太是对一个甲我阿公是兄妹啊。所以因为因兜伫一个古早，伫住伫二林原岛的时，伫原岛的时，因为家庭真袂平安。我的阿祖生10几个囡仔，死到无半个。所以伫迄中间，伊就请人来切恁桥啊，问神托钵。总是有一遍到最后的时，迄个倒头煞甲阮阿公讲。当基督正上堂的时候，神明甲伊讲讲我全所有的神明拢请了啊，敢若只有一个我请袂着，迄就是因入教的耶稣，所以恁规去入教好啦。所以是我的外公是我的外祖，是这个当机倒头安尼赶去信耶稣，所以信耶稣了，果然阮这个迄个祖妈安尼真正熬着迄个条胎佫有囡仔，所以囡仔生出来10部囡仔，所以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若是真过我的上帝，互我这个囡仔饲的我，安尼我就深深来信你。所以甲伊号做林看，就是我阿公较早伫咱教会，老一辈人应该有小可熟悉，所以就是试看卖呢。所以到生2个查某囡仔，一个叫做蒙奇啊、蒙耀啊，第3、第4个，佫生一个，生一个时伊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恁若是真过我的上帝，我要甲这个囡仔献互你，为主你照光。所以甲伊号名叫啥？林照，照是翕相关的照。所以就是为主照光啦。无拍算，这4个囡仔拢活了真好势。所以果然，这上尾啊，这个细仔囝去读新学院，就甲这2个阿姐蒙氏啊、甲蒙耀啊，嫁互廖迪牧师，佫嫁互另外一个伫28中间死去的一个传道。所以这中间对这个故事，互咱人看起讲，老爸会信老爸老母信主，佫真正经验着上帝的疼。咱对下因咧唱的是主的疼。所以伫这中间经验着主的疼的时，就人帮助细囝，引带细囝入伫信仰，或者细囝嘛伫了后会人真做真要紧教会去。所以廖迪牧师伊伫高雄开拓新兴教会，会再去一个长老甲我讲，伊位面长老甲我讲，因兜住伫新兴教会边啊。所以因就说，迄个廖迪牧师是骑一台3轮车4个去宣扬。讲上帝盼见囝，所以伫迄中间来成立新兴教会。
等了后，伊遮个囡仔，这廖文书长老，啊要开目镜行的时，咧想讲，当要用什么来做店名？所以就讲啊，我对我的老爸吼得到信用，我的老爸叫廖德，啊我是文书，所以就用这两个人的名，爸囝的名中间来取德文，啊，当做一个纪念，伫信用的顶间面徛在一间公司。但是这中间，互咱会通看见迄个即款的典故，所以我伫即个咱的教会三甲做服侍的过程的中间，啊，嘛伫迄个家庭的中间，嘛得到培养。我的信仰嘛是咱的教会中间得到培养。真侪人毋知影，我伫咱教会伫服侍的过程中间，我常时拜一甲拜五，有当时啊是伫善导寺念经拜佛。伫迄中间，你去经验迄个无共款的信仰，伫超找信仰。但信仰是甚物时，我最后问师父讲：师父，迄个轮回是有甚物规律？甲咱遮个众生，甲伊塞入六道轮回内底，要安怎迄个变化？迄个六道是要安怎变化？迄个规律对对来？所以我的师父甲我讲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原来是甚物意思？就是无限的亮光的意思，就是智慧啦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佛教中间有一个经典叫《般若经》，啊，这个就是智慧册。伫这中间，伊讲你家己去经验，总是实际上，我甲讲，什么规律在塞这个时，啊，伊无法度有无一个答案。总是我倒转到伫基督教的信仰的中间，我发现就讲，迄个毋是六道轮回咧塞来塞去。是伫迄个中间，上帝恩典，上帝创造，得掌握所有的生命。所以伫这中间，我真勇敢，搁倒来教会，搁倒来才来读新人院，然后才变做今日的牧师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互我伫信仰有一个真深刻的经验，毋但对家庭、家族的遗传，嘛对我家己本身的经验中间去经验着上帝的存在。咱今日我甲大家三甲来思考。即个题目讲，互我借我三块饼。啊，今日我嘛真正伫即个所在，要用大家借三块饼。啊，人用三块饼来帮衬遐个真正善香、送香、善车的人。当你今日即个真侪人在问我讲，啊，基督教迄个即个台湾国际邀歌协会到底是甚物换歌安尼？啊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我嘛爱常常拢会甲我讲，我若讲到邀歌，还袂讲到对策，因就讲，阮知，邀歌什么？只有什么？只有30。大家对只有30拢足熟，因为这是旧年来展望会所咧举办一个活听心的活动，就是透过邀歌的经验，去体会迄个邀歌的痛苦，啊欢喜将家己地下底的钱摕出来帮衬，买这食米。伫非洲的中间帮衬非洲的百姓，所以邀歌对策甲展望会是无关系，因为邀歌对策本身就是联合国内底注册的一个国际的组织，总是伊伫无共款的所在、无共款的国家有成立这邀歌对策，是照家己的国家、家己的款式，迄个国家的能力，也是迄个百姓组成的社团，因为规律来做服务的工作。所以，甲邀歌迄个邀歌30，这是无共款的组织。所以我常常拢开始的时，拢会先介绍讲，邀歌对策毋是展望会的邀歌30，邀歌对策就一个独立的机构。当然嘛，因为安尼有真侪时间的缘故，所以伫去年4月23，总会正式通过，参这个邀歌对策签约变做合作机构，就是三甲做伙来。透过无共款的服侍的机能，来正促进这个福音的开展。但是这内面，邀歌对策有一个真正要紧的圣经根据，就是马太福音书25章31节到40节，即讲主来的时，要甲咱分做绵羊甲山羊。甲绵羊讲，我腰恁互我食，我喙焦恁互我啉，这是肉体得的需要，肉体得的要求。总是伊讲，我做人客时，恁拖我大；
咱就去想到雅各伫旷野的时，伫闪避伊的兄哥的追杀的中间，逃闪要去伊的阿舅老板因兜的时啊，伫住伫旷野。伊伫旷野的时，困伫旷野用石头看做枕头，总是伊伫迄个微微啊困的中间，可能嘛惊吓的中间，伊看见天推有上帝使者伫迄个中间起起落落，所以醒起来是讲一句真要紧的话。迄句话是真侪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对上帝的体验一个足要紧的突破。伊伫遐讲一句话是啥物？伊讲上帝竟然嘛伫遮，我竟然唔知影。所以伫迄中间表示啥物？伊的上帝原来上帝是伫因兜，可能用红架倒顶，咱的台湾来讲红架倒顶，总是伫迄个中间，伊的信仰是伫因兜那顶，总是到伫旷野时，竟然看见上帝嘛踮伫遐，所以伫迄个所在徛一个碑，啊，甲迄个所在号名叫做伯特利。伯特利原文的意思是 base air，base 是厝，啊 air 是啥？是上帝的厝。所以上帝是无所不在上帝，这是对以色列百姓中间一个信仰真要紧的突破。所以因到伫每一个所在，拢知影，我不论到伫什么款的境遇，到伫狩猎，到伫巴比伦，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，四散到伫逐角落，总是因坚持上帝伫遐。所以伫这中间，这是迄个安全的需求。啊，另外赤身裸体互我穿。咱就想到迄个浪子回头领衫，恢复伊的身份，佮互伊得到荣耀，互伊袂抵自尊，互伊有自尊。这是心灵得的要求。然后继续伊讲，我破病，你来看顾我；我伫家呢，你来看我。这是讲什么？在讲起罪的问题，罪甲上帝的关系，这是属灵的关系。所以伫迄中间，迄个甲罪有关的。这是灵性德的要求，所以你讲要求的是分做心、身、灵三个无共款的赞数。耶稣咧讲这段圣经的时，咧讲这个话的时，是咧讲这个。所以要求对切着用这段圣经诚侪发展事工的一个根基。所以咱有甲中兴大学合作一个奖学金，啊，这个奖学金伫初期有3个学生。来伫这个所在，所以咱来看2分外钟的这个电视的节目。没有东西吃而饿死，在台湾是很难想象的。不过，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，全世界每31个人就有1个人因为缺乏食物处在生死边缘。像是位在西非的狮子山共和国，就因为常年内战民不聊生。挨饿成了多数民众的日常，一天能够吃1餐饭已经是万幸。而今年9月，有3位狮子山共和国的年轻人来到了台湾，他们都是透过 NGO 台湾国际饥饿对策协会跟中兴大学合作的奖学金资助，才能够飞到台湾，要学习4年的农业及企业管理。他们都有个梦，就是希望学成之后回到自己的国家，带来改变，终结饥饿。那么台湾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？一块来看。饥饿可以真的找到对策吗？是很困难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给鱼吃不如将它钓鱼嘛。非洲的教育程度普遍都是很低的，来到这边我们是训练他们，希望他们回去从事教育跟实务的工作。我们在训练种子，这样的话才能改变他们。And go, yes, good. This is 2 parts. One part is for the whale, and the second part is for the knife. 学习运用中根基翻图，黑皮肤的学生跃跃欲试，实地演练。这里不是非洲，而是中兴大学的实习农场。3张黑面孔格外显眼，
非洲学生到新大念书不是头一遭，但2023年9月，首度有3位来自西非狮子山共和国的学生就读国际农企业4年学程。My name is Agatha Kaile. I am 33 years old. I come from Sierra Leone. My name is Alusain. I'm 31 years old. I'm from Sierra Leone, West Africa. 大家好，我叫郭凯波，我是学生，东师大学，我大一，很高兴是你。来台湾2个月，年纪最小的 Sylvester 23岁，已经会讲一点中文。影片是面试来采访，都是2023年，这3学生拄来到台湾的时，因感觉讲伫台湾会当做这个遮要紧的代志，所以面试特别派一组人去做采访，这拢总有16、17分钟，所以伫这中间嘛会当互咱来，若有趣味的人会当去用这个去点入去吼，会当看到。咱另外一个就是讲，迄个伫这中间，咱这个机构嘛，逐年拢有一个国际年会伫各所在咧举行，这是去年伫迄个。卢安达今年伫桑比亚，去年伫桑比亚时的相片。然后我去到迄个中间嘛，访问真侪国家，包括咱的姊妹教会马拉维，然后去访问因的病院，因的设备各方面，其实差真远的距离啦吼。然后我到伫迄个马拉维时，我甲马拉维的这个牧师甲因讲，咱若要送学生来台湾。爱有一个计划，农业的计划，才会通推荐学生来。恁上好有一个农场，所以这个牧师甲我讲，we have small farm， 我讲 how small， 讲我甲伊讲爱有一个农场，伊讲我有一个小农场，足欢喜的讲，伊有一个小农场。我讲偌细 ，how small， 伊讲吼，敢若112公顷啦，定。就是这个农场大门的所在。伫迄个大门内，迄个农场内底吼。伫拢石头山啦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迄张树仔骹吼，竟然有一缸水泉，迄个水泉下面，阁有鱼池啊，阁有水田。总是迄个水田的结水的情形真歹，所以这是欠过技术。所以因的修行才咱的台湾的修行无到1/5，你就知影讲迄个修行的情形是啥。然后我到伫马拉维上南边的所在，有一个农场，伫迄个所在看因。看因的情形，伫遐看，实际上看，所以伫非洲咧访问的时，毋是去佚佗，是看因的土壤，看因的水通灌压无，看因的姿势是啥物，然后看因的气区有肥料无，然后最后看因的气区，然后若食村修行，若食村，一定要有市场通卖，才会通改善伊的生活。所以这是你去非洲5遍中间所咧观察的重点。咱倒转到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册，伫今日圣经册咧，甲咱讲起迄个一个真正要紧的所在，就是借我3块饼，总是伫这中间主导文咧，甲咱讲一个真正要紧的代志，咧甲咱讲起讲为什么学生爱耶稣教因祈祷？耶稣教因祈祷的时，迄个祈祷文是啥？伫圣经的中间，咧讲，亲像约翰咧教学生，因为每一个老师咧教学生的时，咧认捌上帝的时，爱互因有一个信仰的告别。所以主导文嘛是一种信仰的告别，嘛是一个信仰的告别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然后讲，阮的日时间就阮，赦免阮的过犯。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去，就叫阮脱离个歹的。所以伫迄中间，毋若信仰告别，是咧教咱伫实际生活中间，要安怎去实践迄个信仰。最后就是讲，迄个教示咱吼，毋是干那咧求别人，去要求别人，是咧要求家己，是咧要求家己。所以要安怎去实践信仰，要安怎要求家己。咱伫即个内面，咱看见伊伫讲有几个真要紧的重点。第一个是啥物？伊确定迄个祈祷的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咱甲上帝是爸囝的关系。有一个故事咧讲吼，讲一个牧师老牧师咧甲会友讲啥讲，上帝无孙啊，
因为咱拢称上帝做啥？做爸，伫天里的爸。所以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不管你是第几代基督徒，总是你会记哩，咱甲上帝的关系是爸囝的关系。迄个爸囝的关系是表示亲密。所以第二项讲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国是甚物国？就是上帝国。所以上帝国降临是安怎降临？是因为所有的人欢喜尊叹上帝的话的人。迄就是真侪顺探上帝旨意的人，拢总是上帝国的百姓。所以有一遍耶稣咧传道理的时，有人甲伊讲啊，恁母啊吼，啊甲恁遐兄弟啊吼，伫外口咧等你，咧找你。伊讲，什么人是我的爸母？什么人是我的兄弟？后壁讲一句话真要紧，就是尊叹上帝话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。所以这中间咧。主导文在甲咱讲起，确认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然后继续，第二项伊甲咱讲，为着今仔日祈祷，用今仔日的日是今仔日晚，这是咧讲你看到妖恶的人，看到妖恶的人，咱家己本身的妖恶，咱家己本身的需要，甲上帝讲上帝啊，求你甲今仔日的日是互阮，毋是为着明仔载后日以后真久长的代志。今仔日到夜，逐日就到夜。所以这中间，互咱看到妖恶的人，咱的心内有甚物款的感触？所以，这教是咱祈祷，就是为着今仔日的祈祷。所以继续在甲咱讲起，讲为着昨昏来祈祷，为着昨昏以前的过犯来祈祷。伊讲求你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总是伫原文的圣经中间，即句话有定心解说的必要，因为有的所在即摆有的翻译，应该翻译做啥？求你赦免阮的辜负，阮嘛要亲像你赦免阮的款式去赦免别人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互咱人看见讲，这过犯、失错是明仔载，还是过去的代志？是过去的代志。所以伫这段祈祷的中间。伫迄个所在，为着今仔日祈祷，嘛为着昨昏来祈祷。阮过去所做一切过犯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的心内无对别人有苦毒的心，互阮无陷落伫迄个毋甘愿去赦免人来苦楚家己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见这个毋能干那做爸囝的关系，伫迄个中间嘛包括日常的关系。咱另外一人，伊毋若干为着过去，还是为着今仔日，搁为着明仔载的处境来祈祷。伊讲叫互阮无拄着试炼，无拄着试探，也互阮无拄着啥凶恶。所以内在是安那，无拄着试探。伫我的内心，无因为外在有迄，互我心震动，想要去做这个歹，还是要贪心。等等这，所以伫迄中间求你，互我有智慧，通面对试探，是原来意思。所以另外求你叫我脱离迄个歹，叫我脱离迄个歹。伫迄个歹的中间，咱看见迄个要脱离迄个歹，爱有对主来的勇气，对上帝的勇气，互咱有勇气通脱离遐个歹。所以这是为着明仔载的处境祈祷。所以咱咧主祷文的时。在祈祷的时，就会记哩，咱确定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啊，然后为着过去，为着今仔日，为着未来来祈祷。所以伫这中间，才有后壁迄段咱所读的圣经，即讲有一个送养人，有人客来甲因兜，啊来因兜的时候，伊无半项通招待人客。那根据以色列人的规矩，也是因的传统。爱好款待出外人，因为因捌经验对出外人的这款的苦痛，因捌因为饥荒刷到伫埃及的所在来得到饱，所以因伫迄个中间，伫圣经你来去看圣经中间，常常在甲因讲，咱会记哩一项，就是咱捌做人客伫外邦，所以咱嘛得爱好款待出外人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见迄个送乡人。有人半暝来甲因兜，可能就是
真要紧的代志，才会半暝梦来甲因兜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只有传统，伊需要来互迄个人去食饭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伊无物件通食，伊爱执行迄个帮助人的人。所以伊无物件通食的时，伊去隔壁甲迄个好嘅人，也是有资源的人，甲伊叩门，叩，请你借我3块饼，因为有人客来阮兜，啊，我无物件通互伊食，安足失礼。所以毋茫你会通帮助我。总是咱看见迄个有资源的人，常常拢有真济体托的所在。有一间教会，我去甲因讲的时，甲因讲，会当用阮募款袂？因甲我讲，咱的教会吼，其实我嘛做牧师嘛做30几档啦吼，所以我真知影真济教会，逐礼拜若要开放互人来募款，用要逐礼拜牧师都毋免讲道。所以伫迄中间，有的教会讲，阮像双年教会就是讲，安尼你写计划来，啊，阮就分就奉献偌济去。所以有的所在，干脆讲因为阮有甚物款的缘故，所以拒绝。伫这中间，这个都亲像这个有资源的人，在甲这个送乡的人，要帮助这个无通食的人，一个真要紧的回答，讲歹势，已经门已经关啊，搁一项，我甲囡仔已经伫门床顶咧困啊，所以我袂当起来摕互你食。总是这个执行帮助的人，真正迫切，就该叩，一直该叩门。所以伫迄中间，这个有资源的人，固不自中起来，摕饼，互伊通等于招待迄个邀约的人。所以伫这段圣经的中间，咱看见，这是一个祈祷甲实践。祈祷了后会实践，信仰告别是爱有实践。所以伫这中间，伊咧用这个例来咧讲，迄个要安怎来实践。所以咱看见，这个要帮助人的人。爱不断咧叩门，不断叩门，检测有人是不堪，互人不堪其扰。所以我常常甲人讲，真侪人问我讲，你即摆咧创啥？我即摆吼，人见人怕。什么原因？因为我若看到我的人知影吼，就讲迄个巴肚枵来啊，迄个要讨食的来啊，所以伫这中间吼。迄个你知影，这不堪其扰，真侪人因为看到迄个要爱讨资源的人，就紧个闪到离裤骹去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见，迄个有资源的人，伊欢喜开门互伊饼。圣经后壁在甲伊讲，这个咱人是歹，总是都会晓用饼互囡仔食。无人用迄个蛇当做鱼仔互囡仔食，嘛无人用迄个饼。把石头当作饼，互囡仔食。嘛无人用迄个芥仔糖做啥？做卵，互囡仔食。可能这段第3句大家感觉真疑问对无？为什么芥仔糖甲迄个卵有啥物关系？因为你知迄个芥仔糖会结做伙去的时候，就变做圆一个啦。所以伫迄中间，伫迄个时阵，迄个芥仔糖可能不止大尾款。所以伫迄中间，迄个芥仔糖会当圆，会当当作亲像一粒卵的款式，迄个形啦。所以伫圣经的中间，在甲因讲做老爸搁较安那，人搁较歹都袂用这个互囡仔食。所以何况咱是上帝的囝，何况咱是上帝的百姓。所以上帝的确会将迄个好物，将迄个所需要的欠缺，来帮助伫遐的需要欠缺人。所以伫这个圣经的内面，咱伫这个中间嘛，得看见上帝听伊的百姓，愿意将咱所需要的来互咱，咱嘛愿意起来，咱嘛拢起来来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才讲起这个邀约对策的宗旨，拄则讲了迄个圣经的根据。所以用迄个圣经的根据，咱有一个宗旨，就是用耶稣基督的听，尽所有来缓解。咱检测无办法解决所有邀约的问题，总是缓解身躯、心神、甲灵性的邀约，互真正巴肚枵的人得到帮助，互伤心的人得到安慰，
互罪人得到救赎。这是咱伫圣经的中间，透过这段圣经所做的三项真正要紧的工课。所以肉体要务，我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。伫非洲1分钟内底有10来囡仔死去，1分钟10来囡仔死去。虽然非洲是足大的国迄个土地，啊，伫迄中间12个囡仔吼是2岁以下的囡仔死去。咱知影什么原因无？枵死。为什么会枵死？因为老母无冷通互囡仔食，搁一人做爸母的、做老母的都无物件通食，伊的冷水有够个营养无？若无够个营养的时，囡仔身躯会臃肿袂臃肿。所以真侪囡仔12岁2岁以下就死去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知影，咱伫台湾，咱有在推动有一个计划，迄个计划叫做辣木计划。啊，辣木，咱捌听过辣木的手，咸木、辣木，真少人知影这个辣木是啥。辣木我伫台湾有咧种，啊嘛有咧生产物件。辣木拢总有37种的氨基酸，伊的叶啊有37种氨基酸，所以若会通加6种的氨基酸，就是咱人体人所需要的。啊，若会通甲磨做亲像牛奶粉，拢无有纤维的时阵，囡仔才袂去砸着对无？所以安尼会通变做婴幼儿奶粉的替代品。咱的终局是要发展这个方向。所以这辣木粉，咱即马甲中原大学、甲亚洲蔬菜，佮另外一个专门在做辣木面、辣木茶、啊辣木饼干，啊用辣木咧做食物的这个公司合作，在开发这个。明年有一个学生要来台湾，明年的，啊，伊要研究辣木，用这个辣木的计划，望会能完成这个辣木的奶粉的替代品，会能互非洲这孕妇，还是这2岁以下的囡仔，会能有够额的营养通食。所以这中间咱迄个，这结论是写唔对去啦吼。这是面顶咧讲给鱼吃吼。即讲帮助人的时候，互伊鱼仔食，不如教伊钓鱼啊！这大家拢知影，总是鱼池啊，若无鱼啊，这是要求对谁咧思考一个问题：鱼池啊，若无鱼啊，要安怎样？所以就教因饲鱼啊。特别农业是咱上帝互咱第一个产业，要安怎样帮助伫遮个送乡的所在、粮食无够的所在，互因有够个粮食。总是我要甲恁讲一个真，互咱。可能会感觉真公正的一个代志。咱台湾有人甲我讲，台湾敢有人饿死的？你想有人饿死无？嘛有呢。我伫东部牧会时，伫中滨的所在，山顶哦发生2件老人死去无人知，啊枵死无人知。什么原因会枵死？因为身躯无方便，老化。无法度出来了后，佫无人去关心，啊，所以才会枵死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看见农业的问题，毋是台湾就无问题哦。台湾咱的粮食的自给率、粮食的自给率，几趴互恁了？30%，甚至有当时无到30%。虽然台湾万一若有一天受对岸封锁，船袂当入来，飞机袂当入来，飞机运的物件少，船袂当入来时吼，咱的粮食家己生产粮食会当食偌久？3个月到4个月。因为咱即摆目前所有的物件，绝大部分拢是啥？拢是进口的。咱的面包、米粉对对来，进口的。咱食的油真侪是啥？进口的。古早猪油转都有啊，即摆真少人食猪油。惊伊伤大箍，所以这中间有真侪这问题。啊，这个所在咱就爱重视咱的农业。所以这中间咱看见迄个，咱伫这个所在咱的后壁，这是你我伫前年去到伫甘比亚时去看这学生甲因的农场。这个学生即马伫
今年应该会毕业，是甘比亚来硕士的学生。啊，然后咱唔若干呐，伫这个外籍的学生的工课，咱伫这中间，咱有办一个危机灾难的悲伤辅导，甲灵性关怀的专业训练。这个专业训练是咧创什么？就是咧帮助这个传教者。这其实是因为八水灾的时，我到伫灾区的时，看见迄个甚至传教者伫迄个中间去帮助人，有疼心有热情，啊，甲这个志工这人靠伫第一线对无？总是无技术，所以无技术的时候，啊，敢若伫遐斗人数，无形中会变做啥？灾区的灾民，你敢知？志工会变做灾民呢？所以伫迄中间，我看见有一个同工，安尼。看一个老人伫遐剃头，啊剃头的时，我会讲，医生啊，你有身份信息无？伊讲有啊，我的厝入去哦，土石流流去啊，啊，阮某走袂赴吼，嘛对去啊，啊，这同工吼，毋知要安怎应啊，因为伊共问啊，啊，佫有应答啊，啊，毋知要安怎讲，要安怎甲伊安慰，忽然间甲伊讲，啊，毋互你足伤心的，恁会笑会出来袂？咱有得到安慰无？无嘛，无得到安慰。你安尼毋着互你足伤心的，这是废话一句。所以伫迄中间，互我真深的觉悟，因为我家己本身伫做社会工作，伫做志工的训练。我伫福利会12档的中间，拢一直伫做志工的训练，所以有5000几个人参加过我伫迄个时代所办的志工训练。包括咱教会嘛，本来的苏贞杰啦吼，等等本来的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讲起有这个志工的训练的认证，总是若无有专业的技术，结果伫灾区的中间无法度发挥作用，无法度发挥作用。所以伫这中间，我对2011年开始办这个训练，第一个目标是毋望这个传教者、夫妇，也是这个教会，特别教会的关怀同工、女宣。也是这个关怀组的同工，会当来参加这个训练，因为透过这个专业的训练，会当帮助咱起码袂讲毋对话，起码会当照顾家己。真侪人伫灾区的中间救灾了后吼，倒转去家己本身变做 PTSD， 就是迄个灾后的迄个创伤症候群，所以伊毋是 PTSD 的患者。伊是叫做替代性的 PTSD 的患者，所以伫这中间，迄个咱伫这个训练中间有悲伤的理论，有辅导的理论，佫有安怎操作。所以逐礼拜无够额，咱逐礼拜佫有迄个一日工作坊。透过一日工作坊、音乐治疗法，也是绘本治疗法，无共款的治疗方法来帮助志工、帮助这个传教者，会当伫适当的时间来做内容。因为伫教会非常要紧，因为教会咱常常拢会拄到这个事件的时阵，你要处理。我常常开玩笑讲，即卖牧师比以前，阮拄出来是较轻松，因为以前吼，若做迄个有家庭有事实的时候吼，牧师就爱无闲几啊工，你敢知？对头到尾，无闲到尾，哦，找墓地、找棺木、找啥呢？好我无闲甲。总是即摆牧师可能会较轻松的原因是啥？因为绝大部分拢去葬仪社啊，拢包了了去啊。所以牧师真要紧是啥？就是礼拜的时注意个别性讲道，总是其实毋难呢。伫迄个中间，迄个家庭的丧家，也是迄个失落的家庭的中间，有真侪只的心理的创伤，咱毋知影。要安怎伫这中间帮助遐个家庭的成员，伫无共款的创伤的中间会通过好。所以咱看见有真侪老爸老母过生日的时，囝儿孙冤家落册，当时为着把关，即个气来气去，气到尾啊，兄弟啊，痛苦，俗语讲，痛苦若落去，痛帮就安那，就散去。所以这是真正无彩的代志。所以要伫教会中间来做这个工作，心灵的邀约，这是伫咱邀约对策所在努力的一个方向，一个工作。所以另外，咱伫这个内面，咱嘛开放互社工甲其他的
做人的工作者，所以是对外开放的一个事工。这是咱伫迄个志工训练，志工训练，咱是今年的4月17、18，伫双连教会，18甲25，伫双连教会有2天的志工训练，咱嘛会通去参加吼。这是了后，咱有一个实体训练，就是同理心的训练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这要务对策，要有足侪工作。所以伫今仔日咱的周报内底有夹一张，迄个咱的事工的简介，夹一张事工的简介。这个事工的简介，就是咱即马目前所在做的真侪事工，毋但干那拄像我讲迄个国际的事工那定，其实国内的事工嘛真侪。伫这中间，互咱人做参考。咱嘛毋茫讲，咱的兄弟嘛会当。伫后壁中间，即张简介后壁是一个信用卡授权书。伫迄个中间下面，佫有真正汇款奉献的管道，嘛咱会通长期来赞助即个事工。因为这个事工毋是一次性的事工，是个固定性的事工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咱嘛毋茫会当透过正兄弟姊妹做伙来努力，欢喜分3块饼，或者是送向善车需要食米要饿的人，互咱3甲5分伫这个工，来3甲5分伫这个5块饼2尾鱼的新食，咱才按头来祈祷。向阮的主，我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今仔日搁一遍对你的教示阮的祈祷文，知影阮要安怎样告别阮甲你的关系，然后阮会通真正清楚要安怎样伫日常生活中间。常常甲主你相结连，也常常伫阮的生活中间来实践你所教示阮的。伫你的面前，阮搁一遍将桃园教会牧师以及中职以及所有兄弟姊妹，拢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互因诚侪一个家力的团队，伫这个所在来奉行上帝你的圣工，互这个教会诚侪这个地区的荣耀。伫你的面前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鞠躬交托恳求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